至圣的上帝，你是阮一生倚靠，也是阮伫生命中间所敬畏天顶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来寻求你，阮咪要将阮搁来一礼拜，每一天阮所需要的快乐，甲阮的态度、心思意念，拢来听取你的话。恳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特别守住你的话，甲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之地。主要就亲像今仔日阮的圣歌对要讲，有你甲阮同行，主我的一生就要大大有帮助。主求你帮助这间教会，也帮助阮兄弟姊妹的家庭，也帮助阮的囡仔，也帮助所有阮的教会当时的兄弟姊妹。阮伫你的面前做伙做礼拜时，主啊，求你，互阮的心充满喜乐甲平安。当阮听你的话的时阵，互阮得到智慧；当阮拍开心门来敬拜你的时，愿你的圣神亲像光，照伫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看路，互阮的烦恼，互阮黑暗的关系拢离开。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听候你对阮讲话。阮将所有事奉的同工拢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守住因喜乐的灵，互因吟的诗歌，互因所共读的圣经，互因所发出的祈祷，会通造就人。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大家平安，咱做伙来敬拜。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
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主啊，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现在我们用安静的心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山羊出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谦卑屈膝敬拜，山羊出的容颜。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留心聆听，等候主的旨意。在耶稣的脚前，放下一切挂虑，完全相信，完全交托。在耶稣的脚前，献上一切所有，毫无保留，我敬拜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殿里，同心敬拜你的名。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脚前，放下忧虑与重担，单单仰望你。求你吸引我们更仰慕你，
使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更加紧紧地跟随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咱做伙按静心来礼拜。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囝仔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哩伊一切的恩惠。
咱三甲来吟圣诗第57首，愿大家学乐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徛地，用四道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姐，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客引，客引文24篇，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即个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即个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啥物来称起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物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我将你的言语放伫你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放弃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守护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患难中对才会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啦。我也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同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互光人同在。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请咱搁来吟圣诗第56首，阿伯咱的上帝，请咱一个吟全首。我
当下来好，愿敬畏严重规定，仰望我的。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阿里法，阁是俄米加，现在伫地，早伫地，将来伫地，是全能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今后喘气的，拢着俄罗耶和华。我要感谢你，因为阮受造，你的所做奇妙，这是阮的心亲知的。亲爱的主，你伫阮四周围，嘛互阮看到真侪水的见证，亲像云为阮。求主帮助阮用谦卑受造的心学习，找求上帝伫阮生活中的教导甲指引。也求主赏赐阮力量甲智慧，互阮的心中时常充满平安甲盼望。伫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毋那单看见问题，也是困难。乃是伫困难中看见上帝的计划，时常注心看耶稣，将所拄着的喜乐、甲困难、无明白的代志，拢诚做感恩甲懊恼。即时我嘛要求信心甲阮每一个人同在，互阮每一个人无阁为着工课的事，也是家庭的事，侪事来操烦，互阮学习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专心安静来到圣殿，伫主的话中，阮的性命倒一届得到大大的帮助。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学乐请圣歌队。
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接续搁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节到2节。希伯来书12章1节到2节。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盘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程。着自行看耶稣，就是做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忍辱，忍受十字架，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正道性命是一连串的赞叹，咱请曾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万伫今仔日的礼拜，我甲咱做伙分享的故事，会当成做咱的祝福。每一个基督徒伫成长的过程中间，拢需要有好的信仰的前辈，一个有品格、一个真实、真心、圣洁、公义、跟对上帝的基督徒。伊常常会影响伊身边的人。你的身边有这种人，影响你对信仰的看法。今仔的圣经拢是12章第1节，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拢12章第1节，足好记。所以兄弟姊妹一定要家己记起来。创世纪12章第1节咧讲起，有一个人，伊叫做亚伯兰，上帝拣选伊离开本地本族本乡，伊成做一个万国万族信仰的老爸。佮另外一句话，就是伫希伯来书12章第1节，伊咧讲伫基督教的历史历代以来，有多无限的优秀敬畏上帝的基督徒，见证人，伊用见证人，见证上帝的公义，见证上帝的作为，见证上帝的话语，就像云围绕伫咱的生命中。愿天父上帝赏赐你甲我，咱伫咱的一生过程成长，上帝赏赐好的信仰的前辈。互咱坐伫伊的肩胛头，会通看好戏，看上帝伫这个世间所做一切好得无比、精彩无比的人生。麻愿上帝将这个好得无比、精彩的人生，也享受今仔日做礼拜兄弟姊妹，互恁的人生精彩，亲像彩云，会当互你的囡仔看到了后，会感觉讲，上帝该疼阮，遐尼疼阮的是大人。上帝，阮的家族有真水的故事。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毋是干那听讲道，咱本身甲上帝讲，祝福我的人生嘛，成做一个真水的故事；祝福我的人生嘛，成做一篇真水的故事。祝福恁伫你成长的过程中间，要记得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将智慧、聪明、策略、能力、知识。跟敬畏神的心、神的灵，赏赐予咱。咱的生命要因为安尼来精彩。我要邀请咱为着要来领受圣神的感动，咱同心来祈祷。万管用的上帝，阮来到你的身边，阮做伙坐伫礼拜堂内底。阮感谢你伫炎热的台湾的这个土地气候，这个节气，赏赐阮了有一个遮尔轻松、有冷气通吹、安静的礼拜堂。有遮尔好的音响，遮尔好的空间，主啊，阮何等的福气！阮会当伫遮尔轻松的环境中间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阮无拄久。主啊，求你帮助阮会当专心一意，伫真好的环境的中间来敬拜你。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所有的信息拢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对阮讲话，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归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这礼拜。足无用，拜一拜二，为着一个宋传贤牧师伊过往，这个人有交代台湾的教会毋通甲伊办个别礼拜。伊甲高俊明牧师拢是真伫台湾基督教会有真悬的地位，真受人尊敬。
但是高正明牧师甲宋传贤牧师拢有交代因的子孙甲因的家族讲，毋通甲我办个别式。咱家族就好，因为这是我甲上帝的关系。我无爱真互人安尼袂输歌功颂德，来学到我的智慧，学到我的作为。宋传贤牧师是一个全世界代表台湾，互台湾教会骄傲的人。牧师常常有机会参加国际的一寡神学的研讨会。常常当我参加国际的神学研讨会的时阵，有真侪国外，特别是亚洲的神学家，拄到的朋友，才神学家，伊常常拢真爱甲我讲，因所了解，听讲台湾有一个叫做宋传贤牧师，伊有啥物做拄错，拢亲像要甲我足爱要甲我聊天，来讲到伊的思想。足可惜，因为这个宋传贤牧师，我一世人无机会上伊的课，因为伊做台南市人院院长的时，我也未入去。后来伊去美国教册时阵，我才入来。后来第二摆、搁入来台南市人院教册时阵，我又搁离开台南市人院出来牧会。所以这个老师，我一世人并无真侪机会甲伊做伙斗阵。但是因为伊的文章，因为伊的册。加减仔捡，加减仔读，对我来讲有真大的帮助。伊是一个真特别，互台湾的教会感觉骄傲的人，互阮做晚辈的人。阮伫国际开会中间，真侪人会感受到，这个牧师伊所讲的信仰的道理，连互西方的世界的牧师嘛得到帮助。因为西方的教会有西方教会基督教的文化甲传统。常常有西方的教会的盲点，因看亚洲、看非洲做第三世界，你捌听过这个名词无？好，亲像这个教会是一个较落伍的教会，所以西方的教会应该是来教这第三世界的教会。但是宋传贤牧师讲毋是，西方的教会虽然有上帝2000年的人民稳定，但是西方的教会应该谦卑，因为上帝伫这个第三世界内底。嘛有真侪伊做救恩的工作，所以宋传贤牧师有一本册足出名的，伊的册名叫做《莲花世界》，莲花世界的12家。安尼想，这本册大概咧讲啥？伊咧讲，伫佛教的世界，伫一个他宗教的亚洲的文化，耶稣基督的救恩12家嘛伫迄所在。西方的牧师听了，因的目睭就会感觉讲有一个新的反省。因为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对无？上帝是早伫地，今仔伫地，甲将来嘛永远伫地。伊是创造的上帝，所以绝对毋是甲咱创造新的世界。因为亚洲嘛有真侪故事，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牧师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解说圣经的方法，就是讲故事。伊一生是一个快乐的讲故事的人，一直亲像讲袂了。讲到90几岁，伊要过身，以后佫继续咧讲故事。伊最后有一个系列的册，伊叫做用新的眼光来读圣经，圣经新节，大概有12本、13本。我还未来不及读伊这种的看法，但是伊有一个最要紧的精神，就是咱要怎样伫圣神的帮助，伫圣神的帮助中间，人忽然开窍。伊讲人就有一个第三眼，伊就用禅宗的观念，就用真侪这个他宗教的观念。伊则讲起，上帝所予咱的圣神，就予人忽然有一个属灵的眼目睭，毋是这2个目睭，有忽然有一个目睭，对你的心内会晓悟。亲爱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讲，踮伫咱内面的圣神，独独只有踮伫咱生命中的圣神。伊会当互咱明白人的事甲上帝的事。今仔日我毋是干那要甲咱讲伊的故事那点，是这2日的中间，我专工将所有的工作拢提早安排，将这2天空出来，因为我无机会伫学校听伊的讲课，我嘛无用足侪时间来读伊所写遐尼侪的册，读袂了。但是上少。伫这2天的中间，来自台湾各所在真侪上过伊的课，伫伊的身边，甲伊讨论过的这神学家，我真尊敬的几个老师，黄碧和牧师、陈南洲牧师等等这些人，
因要将因所了解的宋传贤牧师伊想法内底真宝贝的话来讲互阮听。那会当用2天听了伊一世人所写几啊10本的册，敢毋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嘛？然后这个机会较毋歹去，所以我将所有时间留咧，这2天毋是干那去听，嘛静静咧想讲，伊讲的有理无？伊讲的安怎？伫迄个中间2日，亲像咧做礼拜，安静伫迄个所在。甲迄个我无机会听到讲课的老师，伫圣经的内面，伫心内来对话。兄弟姊妹，我毋茫我嘛当亲像伊，常常诚做一个讲故事的牧师，会当将圣经的故事讲互活，讲互真，讲互深，嘛讲互浅。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来甲恁三脚伫底。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对圣经的故事内底的福音的道理。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熬做礼拜。熬做礼拜，毋是讲你逐礼拜拢定时来报道。熬做礼拜的意思就是讲，你有敬畏上帝的心，大概来做礼拜，你拢得到启示造就。一礼拜一礼拜，拢咧进步。兄弟姊妹，你爱成做一个真正会晓敬拜上帝兄弟的基督徒吗？阿门。兄弟姊妹，敬拜上帝是一个快乐无比的工课。原咱伫这个宋传贤牧师，伊一个足要紧，互人称做一个圣经神学，故事神学的圣经学者。故事神学，伊讲，互圣经的故事成做你的活命，也互你的活命成做见证的故事，福音书。兄弟姊妹，伊甲家己设立一个角色。伊讲，我就亲像一个咧解说故事的老师，我讲故事予所有的大人囡仔听。伊是一个桥接2000年前、4000年的圣经的故事，伊将4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故事，到2000年前的耶稣的故事，伊讲予世间人听。伊将历史的故事、圣经的故事，通过伊的反省甲喙，伊讲予全世界的人。包括台湾人来听，所以兄弟姊妹，这个老师互我的感动就是，应该爱讲货真价实的圣经的信息。我真渴望我一生所做的工作，我有尽这种的态度，也渴望所有兄弟姊妹伫上帝话顶悬，恁得到帮助。我安尼简单的，伫迄个检讨会中间，我的老师黄平和牧师讲。一个神学生若会当有迄个福气，对着一个真有圣心、真有真理、真有智慧的老师，伊一生足大的福气。伊讲你若坐伫一个属灵的长辈的肩膀，你的世界的视野，你会当看世界，你的视觉跟视野会更宽广。兄弟姊妹，咱毋是偶像崇拜，咱毋是咧敬拜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毋是。但是，这个伟大的老师，甲这个信仰的前辈，因就亲像今仔日的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讲，有见证的人，有最见证的人，亲像魂围绕伫咱的身边。这是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常常伫基督的中间，甲上帝祷告，主啊，互我会当拄着我人生的贵人，互我伫我人生的中间会当拄着一寡真正咧讲道理的时代。毋是遐乌白讲的时代，互我会当判断什么种的话是真正对、有价值，阁是真理的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怎样对咱讲话？牧师阁甲咱提醒，今仔日圣经拢几章几节？12章第1节，创世纪也是12章第1节，希伯来书也是12章第1节。兄弟姊妹，有当时牧师用安尼甲你提醒，毋是故意，嘛是故意。故意就是要帮助咱好记，但是好记毋是咧记12章第1节，好记是咧记迄个圣经的经文中间伊的真正的意思甲重点。愿上帝讲互咱听，今日圣经安尼讲，咱既然有侪见证人，这是好本中文的翻译。咱既然有侪见证的人，亲像魂围绕伫咱的身边，咱来做2项代志：放下跟脱去。所有的信仰的讲道，也是讲见证，拢是要互人离开遐糊涂、
遐罪的捆绑。今仔圣经讲，恁就放落重担，脱去填半恁的罪，来按所采的标，按伫迄个摆伫咱头前的上帝的应允来努力甲跑走。兄弟姊妹，愿咱做礼拜，咱拢有一个心意。听讲道毋是空空有感动，听讲道感动了后，最要紧就是行动爬起来行。耶稣甲迄个摆开讲，我用天父上三位一体上帝的名，互你爬起来行。耶稣咧行神迹，敢若出一个喙，上帝的权能讲，我互你看见，我互你爬起来行。所以兄弟姊妹，咱莫做青梅基督徒。咱嘛毋通做无行动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咱，跟随领袖。咱军队保罗，亲像保罗军队耶稣；咱军队希洛阿妈，咱其实毋是军队伊，咱是受伊的感动，咱欢喜，甲伊做伙当做工。我拄则讲宋传祥牧师，咱毋是对伊的思想，咱是对伊伫上帝面前所得到圣经的真理的智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要甲咱分享一首诗，这就是今仔日牧师讲道的题目，也就是咱伫希罗不容易牧师所用的讲道的题目，叫做“生命是一连串的什么赞叹”。人的人生，哇，这个“哇”这字英语叫做 astonishment， 这个字就是真惊吓，看到一项大代志发生，嘴开开。唔知要讲啥物话 ，astonishment 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20岁的少年人，伊的名叫做 Carlos Wojtyła， 这个人，伊伫全世界上出名，毋是伊细汉爸母予伊的名，但是伊伫20岁的时阵，这个人对7岁开始都有一种艺术的运势，所以伊的爸爸妈妈予伊伫细汉的成长的过程顶悬受真多的艺术的训练，所以7岁就开始演剧。就像咱的主日的囡仔，伫教会圣诞节拢会演剧共款。这个 Carlos Wojtyła 这个人，就是后来真侪天主教的教宗，伊的教宗的圣座号的名叫做约翰保禄2世。牧师真幸运，我伫1995年有机会伫一个神学访问的旅程对瑞士去罗马，伫罗马梵蒂冈的时阵。这个约翰保禄2世亲自接台湾遮对全世界去的神学生甲牧师，阮有40几个人去拜访伊，伫迄个中间擦身而过尔，无讲啥物话，干那握一个手，我会记得，我还会记得迄日我甲伊讲啥物话，因为我真心中要去甲伊做伙见面，因为我感觉我是全台湾伫今年、迄年中间唯一一个代表。我是台湾代表所有台湾的教会兄弟姊妹，包括咱的总会去拜访伊的时，我甲伊做伙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种的姿势，有什么种的行为，什么种的言语，所以为着要甲伊见面的前一暗，我想足久，我真清楚甲伊讲，我对台湾来，真短一句话，互伊知影我是代表台湾的教会，感谢伊伫迄个所在甲伊见面。所以弟兄姊妹，咱伫人生中间爱常常想，你是什么人？你代表什么？这个人，我看到伊的气质，后来听到伊的故事，后来我真有兴趣，因为我感觉伊的气质真吸引人，所以后来我读真侪伊的传记，看伊的电影，伫伊的电影中间，我受到足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人是几百年来头一个是对。毋是罗马产生的教宗，过去拢意大利人咧做教宗，因为罗马的传统，但是伊是500年拢总毋捌改变的这个传统，伊是波兰的真要紧的一个教宗。这个人我捌甲恁讲过伊的故事，精彩无比。但是今仔因为时间真长，我无法度讲真侪伊的故事。伊写一首诗，甲迄本册的迄个诗集，甲伊号名叫做。隐藏的上帝，伊讲我的上帝好亲像看袂到，我的上帝好亲像伫黑暗中，我的上帝好亲像伫一个虚无、啥物拢无的一个世界。伊为什么会写这段的诗集？
伊20岁到25岁这段时间，是伊一个真痛苦，也是伊思想足大会改变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迄个时阵的波兰拄拄开始是德国的军队、纳粹军队进入来侵占波兰的时阵。所以，当这个德国的纳粹党军队进到波兰的时阵，波兰的教会受足大的冲击。伊的同学有真侪犹太人，互人枪杀。所以伊伫迄个中间看到讲，上帝你开，伊毋敢讲上帝是青梅啦，伊会感觉讲上帝好像就一米起来，看袂到上帝。所以伫迄个中间，伊的文书，因为上帝好有一个足大的文书，就是艺术，伊真后写诗，伊演剧，伊真爱即种思考的问题，伊伫迄首诗的内底，即迄碑本的迄个诗集内底有一篇叫做《上帝的爱》。爱，伊讲爱其实可以很简单，亲像牧师捌甲恁讲过，因为一个人甲即个爱的道理讲互伊听，迄个人是一个足平凡的裁缝师，伫伊街头运动，咧反抗迄个纳粹党的时阵，枪支伫咧街头安尼飞来飞去，迄个门忽然行过街头，因个门开，甲伊拖入去，所以伊无叫枪支拍着。甲伊拖入去的人，就是一个裁缝师。迄裁缝师甲伊讲，伊讲，爱总比得胜，爱总比胜过邪恶，黑暗总比消失，因为光临到，光若到，黑暗就离开。这个少年人忽然开去，伊伫这首诗最后一句话，伊讲：人的生命亲像迄个大风大影。伊的言语讲 ，Life is a wave of astonishment。意思是讲，这大影这么悬，这么深，伫迄个大影砍来时阵，安尼话要无命，台湾人会感觉讲，我的人生这大影安尼砍来，袂活。这句诗就是安尼啦。伊讲，确实这么深，这么悬，这个影到伊一生最后，才知影讲，原来上帝作为奇妙无限呐。所以后来伊做教宗的时阵，有人用这句话来代表伊的一生。伊讲，人的一生是一个一连串的赞叹。我是一个真平凡的波兰人，我何德何能，加做天主教的教宗？你我咱何德何能？咱做上帝家己。伊最后一句话讲 ：Don't ever be afraid。意思就是讲，不要害怕，永远不要害怕，迎向前去。愿上帝的圣心鼓励咱在座青年，上帝给你有勇气去面对困难，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害怕危险。越是困难，越是危险，勇敢的向前。上帝要甲咱三个地地。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个少年人伊这首诗隐藏上帝之歌，伊叫做 Carlos Wojtyła， 这个人，伊讲伫苦难虚无中间，绝不要害怕。伊到第迄句话，伊是安尼，迄句话是安尼讲。歹势，应该。伊这句话，伊讲我的上帝从遥远的地方来，我的上帝伫天顶真远真远的所在来。伊来到伫我的面头前，虽然我看袂到伊，伊来到我的头前只有一步，虽然我看袂到伊，伫伊甲我中间好像是一个黑暗，是一个空虚，但是我知影，伊伫我的面前，这就是以马内利的神学。所以听你即马，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通伫即个所在听上帝的话。上帝对阿嬷马希洛讲，上帝对这个卡洛斯安尼讲，上帝嘛对宋传贤牧师安尼讲，今仔日上帝嘛对咱安尼讲。牧师要解说这两句话，也希望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成做一个脱胎换骨的基督徒。今仔圣经上帝对阿伯拉罕，伊的名也未叫做阿伯拉罕，圣经你也注意看，伊叫啥？阿伯兰。阿伯拉罕自着拄着上帝了后，伊落尾才改名做阿伯拉罕。伊原本的名叫阿伯兰。上帝甲伊讲：你爱离开，
离开什么？伊才讲3项。离开的意思就是你爱改变，你爱跨越迄个鸿沟。后来阿伯拉罕真正离开伊的故乡，跨越长。恁若有伫喜乐宝院做礼拜的人，恁听过牧师甲恁讲迄条河的名叫做啥？幼发拉底河。咱人每一个人人生拢有一条河来阻挡咱。咱若搬会过，你就成功；你若搬袂过，你就挡伫原底你的老我的内底。所以上帝讲你爱离开，基本上这个意思足深。牧师捌用这篇讲过列哈，你会记无？你毋是干那离开你的故乡，你爱进入你的内底，因为你要伫你的内底找到上帝讲。4000年前的圣经较有上帝讲，上帝讲敢是2000年前耶稣来才讲的吗？所以4000年前，上帝所讲的话，已经甲阿伯拉罕、甲万世代基督徒拢有讲起。你就爱安静进入你的心内，你才会当听到上帝国应允迦南地，就是天国的应允。兄弟姊妹，圣经遮尔深，所以一个神学家是跨越时空、桥接历史、故事甲信息的一个工作者。愿上帝圣神甲咱三甲地地，以及今仔日顶悬伊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这是3项代志。第一，社会性；第二是文化性；第三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本地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人生活伫什么城？人啊生活伫德东是德东人的气质，人啊生活伫宝岛就宝岛的气质，人啊生活伫台北市就台北市的气质，敢会有无共款？90%拢共款。但是小可有无共款？离开本地，离开本族，本族是啥物？本族就是你的民族的文化，你的民族的气质。离开你的老爸家，啥物意思？脱离你原生家庭互你的价值观念。每一个家庭都有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念，恁同意吗？父母常常甲囡仔讲，你着安怎，你将来才会成功，迄就是价值观念，恁同意无？但是咱讲的无一定对呢，咱爱都爱到圣经甲囡仔讲，你都爱安怎，你才会当安怎？毋是成功，是成就；毋是成功，是成就。成就什么？成就上帝伫你人生中间的计划，上帝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摆做礼拜，我拢带着足欢喜的心，甲恁分享圣经。因为逐摆的圣经若无感动我拢会行袂起来这个楼梯。什么意思？我若无感动，我要行这个楼梯，我拢会淡淡讲。伫今仔日个礼拜，我毋知要用心中的感情，甲咱分享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仔上帝的话甲咱讲：恁爱离开，爱放落，爱脱去；恁爱离开，爱放落，爱脱去。兄弟姊妹。毋通讲啊！我就是这种人，牛牵甲北京嘛是牛。人啊，个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跨越鸿沟的话，阿嬷的话嘛是安尼。伊讲上帝感谢上帝，赏赐我一个整全又有滋味的生命。恁会记无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你敢买？哈这一定爱啦！其实吼，我足早就在看到阿嬷这张被，因为小小咧照顾阿嬷的事，伊是伊足好的晚年的照顾者，所以迄张被毋是到阿嬷过身我才看到。但是小小伊摕到迄个被的时阵，伊有甲我讲，牧师，阿嬷有一张被，我甲伊讲，你甲伊放倒倒去，你甲伊放倒倒去，到阿嬷过身迄一日，咱才摕出来读。所以兄弟姊妹，当我听到阿嬷读到伊所写这张被的话时，我心内甲上帝祷告：主啊，伊有的我嘛要有，现在你要无？吼，要长岁寿到13岁，而且好得无比，这啥物人不爱？那我长岁寿是互插讲，迄我不爱啦。我真正讲讲，毋通甲我插讲，我的妈妈就甲我讲安尼，这是阮兜的遗嘱啦。我妈妈拢讲毋通甲我插讲，若是93岁，就爱精精彩彩，搁安那？
好的无比，健康啦。兄弟姊妹，牧师嘛祝福恁，因为咱的上帝是祝福人的上帝。咱的钱是要来奉献的，不是要浪费伫倒伫迄个慢性病房啊！你同意吗？较侪钱互你嘛，无采工。咱上帝讲，上帝这拢免浪费掉，免浪费伫迄个慢性病房。上帝所有你想事过来，我有够业，这有够业，千有够业，用一生就够业，剩的拢留互你。摇花想事，摇花收回。所以你姊妹，人的人生是遮尔精彩，恁愿意嘛？阿嬷是安尼，我相信咱嘛安尼。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对地，感谢上帝赏赐我一份丰盛又有趣的生命。咱的人生爱讲到嘴甲全破，咱的人生爱有故事，咱的人生爱因为圣经的故事，互咱故事，结连做伙，冲击圣的故事，冲击咱的故事。所以咱的故事不是书，咱的故事因为圣经故事冲击，所以咱就改变，就放下，就脱去。兄弟姊妹爱改变，为着受祝福改变。咱的改变是要为着领受福音的大权能。兄弟姊妹爱改变。你爱甲上帝问讲，主啊，我什么所在、什么个性爱改变？上帝甲你讲，比牧师甲你讲较有力。然后牧师讲，但是歹势。但是，有上帝甲咱讲，咱欢欢喜喜改变，为什么？因为迄是一个上帝荣耀的话，所以上帝甲阿伯人讲，你着离开，唔能够做旧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跨越那种习惯的鸿沟，阿嬷跨越太平洋，亚伯拉罕、阿伯拉罕跨越幼发拉底河，整个的民族4000年前就改变。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咱4000年以后，咱的家族会安怎？但是上帝若要改变咱的家族，你敢愿意跟对伊的脚步？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家庭。今仔牧师就讲2个功课，做咱的祈祷。第一，甲上帝约束。兄弟姊妹，将你的一生恭恭敬敬，将你的一生恭恭敬敬交伫上帝的手中。主啊，你今仔日敬阿伯拉罕，你无理由无敬我。主啊，你敬阿伯拉罕，今仔求你，我甲你立约。牧师要甲咱解说，这个约足重要。无论伫圣经中伊的排列次序，伊为什么12章第1节有原因的？以后才甲咱讲，因为这讲起来一段路老长，因为圣经的设计有足深的物件。但是阿伯拉罕甲上帝约束足多100年。伊甲上帝约束的时阵，伊也未成做大国大族，但是照这个约束，伊也无为伊囝以撒。但是后来伊的人生100年的人生，全然予上帝。上帝经伊的一个理由足简单，注意听。上帝经阿伯拉罕，毋是要予伊大富大贵。上帝讲，要互人因为你受祝福。借我施恩福，因为你互人得到祝福。现在你愿意想做这种人吗？你讲牧师我愿意，但是我无把握，我有能力通祝福人，唔通看清自己。唔是咱我都祝福别人，变康你家己，手捧你的杯，主若将伊的福气放伫你的杯内底，你自然而然你就有才调祝福人。毋是咱祝福人，毋是咱祝福咱的囡仔，毋是咱祝福咱的家族，是咱拼康咱家己。圣经大笔伊讲，手捧救恩的杯。保罗讲，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恁会记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敖听讲道，敖听讲道的人，毋是讲听会记的尔，是听了伊的生命就变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礼拜。第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与神同行，好得无比。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毋是别人祝福咱，是上帝祝福咱。伊从细汉嘛无想着讲，有一日会当代替阿嬷继续做阿嬷的工作，对无？终身，敢毋是安尼？
所以，你姊妹，不是干那因两个人有好的无比的生命，我们的教会也有好的无比的故事，因为恁就是这个故事的人。有的人不是伫咱教会做实际伫咱的教会会友，但是伫咱的查经班，因真的参加查经班，伊讲牧师，你有答应得等教会代志，你一定照安尼照安尼做。你敢知牧师答应啥物货？牧师答应为得等教会写一个见证的故事，恁会记无？但是到今我真正是无勇敢，嘛无时间通写这本册。伫查经班的中间，我咧分享，我又搁想着，空嘴报纸，若无照安尼做开，我讲若有一日我退休了。若有时间，我才来写。我真正嘛无把握讲，我退休了，我有时间通静落来写咱得等教会故事。写得等教会故事，敢有需要吗？兄弟姊妹，恁若将这故事讲出来，敢就爱牧师写？恁会当讲，阮伫上帝手中，阮的生命安怎改变？当然，牧师真欢喜。如果若要个上帝有带领，我真欢喜写一本农村的教会怎样对玉米门关起来。后来农村的教会成做一个上帝稳定，见证的人最多，亲像云围绕伫这个世间的中间。阮弟妹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兄弟姊妹，第二个甲上帝立约讲。主，我要与你同行。今仔圣歌对唱这条歌，都是美秀经这条歌圣歌对这条歌内底有一句歌词讲，要走与主，走什么路？窄路。你会记无？你有安尼唱爱安尼去努力。耶稣讲，世间有两种路，一种路是宽阔，叫做台湾大道。又搁宽，人搁多，但是进天国的路是一条矮少人行的路。世间有两种门，一种门是安那豪华亮丽功成名就但是搁有另外一种门是细矮，迄个门通到天国的门，通到天国的路是少人行的路。兄弟姊妹，你有在这一条路上吗？你愿意在这条路上吗？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是做得等教会的信徒，咱是做上帝的家己，好唔好？爱足清楚，咱毋是做得等教会的会友，咱是做上帝的家己。愿天父上帝今仔日，伊出声对你讲话，将牧师讲不了的话，将你所需要的话，将上帝量身定做要予你的。上帝讲，你着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佮一摆牧师解说互咱听，列哈，这个字有两种的解说。希伯来语，因为伊这个相关语，一种就是讲向前走，是地理上的离开；佮另外一种是 go into， 就是进入你的内心。迄个进入你的内心，迄个意思，犹太人看伊最宝贝，一直到耶稣重新解说这段圣经的话，人问耶稣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耶稣甲伊讲：伫什么所在？上帝国伫你的心内。亲爱兄弟姊妹，进入你的心内，伫心内找到上帝甲你准备天堂的乐园。愿上帝祝福恁，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生命改变。伫今仔日圣经中间，阮听到主你的差遣，离开阮的糊涂，离开阮无好的习惯，离开阮旧的遐个错误的习惯思考，主互阮的老我，甲耶稣基督同顶伫十字架顶悬，放下、脱去
颠覆阮的做者的无好的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念甲欲望。所以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改变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互阮拢成做一个真正会当荣耀你、受上帝你的好的形象、你的荣光尊贵，甲阮三甲之地。互阮无看起阮家己是一个草地人，主啊，互阮无看起阮家己是一个年老的人，主啊，互阮看起阮家己是上帝你怎样何等云台，将主你家己的荣耀、权能、你的国度放伫阮的中间。主，这是阮心所求、嘴所讨。愿主你照主耶稣基督圣尊名，伫阮的中间来成就。阿门。这是咱来应答上帝的听，咱来吟圣诗第287首《救主我爱救你》，请起你吟全首。
请坐，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坐。中秋节伫要到，咱真欢喜，有咱的亲人都来伫咱中间，咱真欢喜。洪昌甲阿基嘉琪，
洪昌甲这个佳琪哈，很高兴你们回来做礼拜哈。对，我对不起哦，牧师该念较嘿。搁有就是志坚甲佩奇因嘛，都来做礼拜哈。愿上帝甲咱三个弟弟祝福咱大家哈。咱用这首诗歌，咱来互相请安，咱用这首诗歌互相请安。托你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所以你的听是至宝贝的礼物，是阮生命得到喜乐的源头。主你的听来临到，阮的生命中间就欠少苦楚。主你的听来临到，甚至阮的情绪、阮的感情也会当得到透放甲医治。主愿你的听伫这个困苦紧张的世代，会当互最人得到怜悯，得到扶持。得到造就，主愿恳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听，特别来扶持阮中间伫病床顶悬无法度真自在行动的阮的亲人。主你保守因伫主你的怜悯的照顾中间，主求你照顾就结长老，互伊的恢复会当勇健，会当健康。至上的天父上帝照顾阮中间的士大人。互阮中间的士大人，因会通因为主你的同在，因的人生会通感觉有主你所极端你的慈爱，伫因的每一日的中间，互因无孤单，互因出入有上帝你的保守、健康、平安。主有当时阮的膝脚擦，一无小心阮绊倒的时，阮就会受伤。求天父上帝帮助阮的长辈甲士大人。主啊，嘛为着阮的出外的囡仔，因着外面的工作，因着外面的学业，求天父上帝，互因伫因的学校，伫因的职场，拢会通因为主你圣洁的灵甲因三甲地地，因会通真侪上帝你听的记号。主你嘛保守因伫因所徛起的所在，有主你圣洁的圣神所带予因的平安。主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降临伫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是你听的记号，互人来到这个所在，毋是通过人嘴所讲的，是真正因进入这个你的圣殿的时，因就感受到上帝你完全无保留迄种早就为着阮准备对天日来的听。主帮助阮的教会，诚侪三听的教会，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为即礼拜生即个人，咱来请因来头前，好无？咱请即礼拜生即个人来头前。生日快乐！咱做来祈祷。主，阮真欢喜，阮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儿，因伫生日的时来到主你的面前。伫主你的圣殿内底，求做主你所赏赐的恩典。主愿恳求主你甲乔恩三甲弟弟，主愿嘛恳求你甲细昌接受三甲弟弟。主愿嘛为着今仔日无伫阮中间，总是即礼拜生即个文琴兄，甲伫维也纳的伫刘一鸣，也恳求主你甲新宇、甲秀娟、甲永志、甲光贤，甲孝琪、甲文强兄三甲弟弟。主你的圣神
充满全地，你的圣心也充满伫人的心内。主，当人抬头仰望你，伫生日的时，为着生日来祈祷的时，主求你纪念伊心内的愿望，互主你的恩典加做因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也守护你的圣心，互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拢会亲像圣经中间讲，加做新的人、新的活命、做新的事。主，你甲因三个伫地，互伊享受人生好得无比的快乐。阮伫你的面前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好，咱下面来请师回来报告吼，咱请师回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6人，奉献5760块；主日蚵出席7人，奉献233块；祈祷会出席4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透早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下早9点，暗时7点半线上。圣光服侍下礼拜师会请尤丽芬执事，领诗请庆孝客，书勤请陈美秀执事，书痕交代请林安路执事甲我本人，爱餐请郭一玲执事，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顺序来读。集体交通第一9月27拜六下晡2点半，妇女团契聚会，幸福到我家。地点伫安路晨会因兜，请大家踊跃参加。第二9月28礼拜，妇女团契改选明年的会长，请大家伫礼拜结束留来参与。第三，牛老村技术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大学高中70分，高职高中75分，国校90分，请咱紧甲成绩单交予伊真。第四，请为生日的来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入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身体欠安总员庄人区黄宏仁，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祈祷。第三为适婚青年的婚姻代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亲人一名于轩、恩君、玉君代祷。即时，咱来吟上吟4诗509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山请曾牧师祝祷。俄罗天父万福本源，万年结果天爱长存。俄罗亚所求我追还，追我永不将你万光。俄罗显心感化罪灵，修思念永不归的心。俄罗向北向家向西，从未得吉祥之君。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